新营真武殿换厝顶吼，石娘大典吼，4月25农历3月21，礼拜4，即今年啊，己亥年，中华民国108年。新营真武殿啊，上帝庙啊，换厝顶啊吼，石娘大典，礼拜4 4月25，今仔4月24啊，今仔拜3，明仔载拜4，吼，拜4石娘大典。永泉这番仔厝啦，番仔厝大庄天月宫妈祖庙要办活动的啦。妈祖圣诞3月23嘛，啊，新营上帝庙要石娘大典3月21嘛，3月21拜4啦。啊，妈祖圣诞3月23是拜六嘛。啊，北港朝天宫3月19、20，即礼拜拜2、拜3，今仔拜3嘛还有2日的绕境活动。北港朝天宫绕境，有真人加啊，炸桥啦，啊，礼炮啦，哦，飞炮梦啦，哦，迄烟哦足大啦。